生咗啦，生咗啦！近排山邊嘅名人又點知係官恩娜，仲有千億新抱徐子淇啊！今年5月，我哋一仔報道過，徐子淇同李嘉誠即使已經生咗2女1男，依然仲想生多個，不過就諗住等4歲嘅細仔俊熙升咗小學先。不過你都知啦，情到濃時擋都擋唔住噶嘛。兩個去年聖誕節出埠度假，點知意外中招，第4度大肚。去到9月中啊，徐子淇個肚已經大到可以當飯台用，千呼萬喚始出來。佢9月底終於喺仁安醫院生咗，母子平安。據了解，今次個 B 重5.7磅，好有活力。再抱孫嘅四叔李兆基梗係開心啦。除咗繼續趕工，希望喺16年年底前起好棟山頂嘅3層獨立屋，俾李嘉誠兩公婆之外，仲親自幫阿拉孫改名做李健熙，夾翻細仔俊熙個名，計埋大女希彤、二女希兒同埋細仔。今次徐子淇成功湊成2個好字，真係恭喜晒啊！